美国检完扣对顶关税90天，传播讲7月初9就是关税谈判上尾期限。若无达成协议的国家，这几天都会收到关税税率的通知。在福斯新闻上新的专访中，川普予全世界等待甲美国关税谈判的国家一个肯定的答案，那就是7月初9的期限就是最后的期限。Countries, we don't care. We'll just send an I number out, but we're going to be sending letters out starting pretty soon. No, we don't have to meet. We understand. We have all the numbers. 伊讲遐还未甲美国达成协议的国家，美国会伫7月初9进前寄出订发性关税通知函。What we're going to do is we're going to send and we're going to say, congratulations, we're allowing you to shop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You're going to pay a 25% tariff, or a 35%, or 50%, or 10%. 根据皮婆引用知情人士的报道，包含台湾甲越南在内国家已经接近甲美国达成协议，印尼甲南韩的谈判也有进展。不过，其实也有国家无伫7月初9的期限名单内。原本打算向美国营收超过1500万美金的大型科技公司扣3%社会服务费的加拿大，伊就和川普拒绝搁再谈判，将加拿大决定让步，取消对美国的社会服务费。总理卡尼也证实，美国加拿大已经重新来启动谈判，预计7月2进前来达成协议。日本即阵也陷入苦战。川普伫福斯新闻上新的专访中，伊阁批判美国甲日本汽车贸易无公平，甚至讲会使直接向日本寄出25%汽车关税通知函。也搁伫威胁的同时，川普也伫要求日本大量买美国石油，并且扩大进口美国商品，也看出美国甲日本谈判伫短期内恐惊难以有突破性的进展。公视新闻王路梅编译。